迎晒大家今日嚟到 APM 參與 APM 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嘅預熱活動。我呢就今日嘅司儀我係艾力，大家好嘛？嗱，頭先咧我哋話，就嚟6點半有活動嘅時候咧，大家嗰陣聲係好勁嘅。而家啲活動快將開始，嘉賓快嚟到台上面，可唔可以嚟一陣星座溫聲聽下先？非常多謝大家，因為今日我哋預熱活動咧係好希望能夠將大家對亞洲電影啦，我哋唔同嘅亞洲電影工作者嘅熱情支持係進一步升溫，一齊去迎接住明晚啊就會馬上舉行我哋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嘅嘞喎！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多支持我哋每一位亞洲嘅電影人啊嚇！而今日咧亦都有6位嚟自唔同國家、唔同地區嘅亞洲電影人嚟到我哋 APM 當中同大家見面嘅。佢哋分別咧有嚟自日本啦，亦都係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大使藤岡定先生，亦都有泰國嘅朱剃毛翠、沙容素欣，亦都有台灣嘅林柏宏，有我哋香港嘅盧振業，以及就係日本嘅岡田將生4位青年大使會嚟到㗎。當然仲有一位亞洲非常之高人氣嘅泰國萬人迷。佢嘅人氣指數大家聽到啊，冇錯啦！佢喺上年咧第17屆亞洲電影大獎當中咧已經係榮獲咗就係亞洲飛躍演員獎嘅得主有 Win， 稍後時間咧都會嚟到我哋舞台當中咧同大家係見面嘅。咁希望咧藉住今日嘅活動啦，能夠讓大家認識多啲我哋亞洲電影嘅新面孔嘅同時，可以對我哋亞洲電影嘅工作者可以非常大力嘅支持，亦都一齊期待住我哋聽晚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嘅舉行啦嚇！事不宜遲啦，我先請出5位嘅嘉賓嚟到舞台上面，等佢嚟到台上同大家打個招呼先。我哋首先有請就係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大使藤岡定先生阿爹，以及就係4位青年大使一齊嚟到台上面啦，分別有毛翠沙容素欣、林柏宏、盧振業以及岡田將生一齊嚟到台上面嘅。我哋俾大力啲歡迎咁多位好唔好啊？Welcome！ 好啦，嗱，我哋嘉賓咧一位一位嚟到我哋舞台上面，不如咁啦，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其實可以俾咁多位先同我哋 APM 嘅朋友打個招呼先好嘛 ？Please say hello to our audience. Hello everyone.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係盧振業。Hello everyone。有我哋嘅大使，連同我哋4位青年大使咧嚟到我哋舞台當中啦。我諗我哋不如有個時間可以逐位同佢哋傾下偈嘅。咁先一開始咧，想同我哋嘅大使阿邊去傾下偈先㗎。因為咧，阿邊今年係以翻我哋亞洲就係電影大獎嘅大使嘅身份，翻到嚟就係呢個係佢出道嘅地方香港。我覺得呢個問題一定要先問嘅，你先問你一下嘛，邊？今天能夠以大使嘅身份回到你出道嘅地方香港，你的感受是怎麼樣呢？很榮幸，因為這次是以電影節的大使的名回來我出道的地方。香港是做的是這個特別的地方，所以今天我覺得真的很榮幸。對，好似一個非常榮幸嘅心翻返嚟我哋出道嘅地方香港啊！那有沒有看我們香港電影呢？當然有看啊，當然有看香港電影。有沒有特別喜歡我們哪一位導演或是演員呢？導演最近的話，那個少年的你的那個導演，陳奕謙導演。哦，對，那個陳導演，那個火神的你，對，曾國祥導演，對，曾國祥導演，對，還有杜琪峰，我一直很喜歡，一個就係杜琪峰導演啊，對，黑社會那個，哇，希望有機會去做吧，我也希望。OK， 謝謝 ，Thank you， 謝謝。好啦，接住落嚟咧，同我哋嘅青年大使一齊去傾下偈咯喎。我不如先同我哋泰國嘅代表啦，然之後同我哋日本嘅代表一齊去傾下偈先嘅。因為你知道其實我哋泰國嘅代表啦，就係剃毛翠沙容素欣咧，以及就係岡田將生咧，兩位都係一個非常之年輕嘅新生代演員嚟嘅，非常年輕就開始咗我哋演員嘅路啦。
唔知道如果對於一啲同樣而家係追緊夢嘅年青人，會有啲咩嘅鼓勵説話想同佢哋講嘅咧？ I do believe in practicing and giving my best. Stay focused on your goal without fears of fail. 好，我哋不如聽埋剛才同我哋分享下好唔好啊？あ、そうですね。映画でもやっぱ素晴らしい仕事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ぜひ飛び込んできてほしいですし、皆さんの若い力っていうものが多分今後の映画の発展になっていく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ぜひ一緒に仕事が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咁啦，當年張生就話啦，咁希望咧新一代嘅後生仔啦，咁都可以投入電影界啦。咁電影界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工作嚟嘅。咁希望啲新一代之後入到嚟之後咧，都有佢哋自己每一個嘅唔同嘅發現啦，咁可以喺度繼續發揮所長咁樣嘅。多謝晒。嗱，我不如問多個問題啦。其實大家都喺亞洲嘅國家裏面，有冇話希望可以去到甚至對方嘅國家裏面參與電影演出咧？ 或者係參與邊類型嘅演出咧 I love Japan very much. I wanna film something like thriller in Japan. Like I wanna be the character who moves there and like gets to learn about Japanese culture along the way, maybe. 本身都好中意日本，同時好想嘗試下挑戰殺手喎、有冇機會挑戰下做個殺手型格嘅角色咧？好啦，我哋睇下會唔會調翻轉去泰國演戲又如何咧？或者佢想去參與咩類型角色咧？啊。 やっぱり香港なんじゃ、香港にアクション映画をやってみたい。當年張生就話啦，想嚟到香港有啲動作嘅打戲嘅。打戲咁好希望啫，無論去咩地方都好啦，將我哋 action 帶到去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俾唔同嘅觀眾睇到啊嚇！好啦，非常之多謝晒兩位。好啦，咁我哋俾將支咪交到去我哋兩位華語嘅演員啦，包括就係小野同埋 Austin 嘅。 先去問一問先啦，今次成為咗就係青年大使嘅呢一個身份啊！我假設下，如果有外國嘅朋友去問到就係、亞洲電影喎，你會有咩印象同佢推薦咧？先啊！我諗咧，亞洲嘅電影，亞洲本身一個好多元文化嘅地方。咁我哋成日話電影就係通往世界嘅窗口啊嘛。咁我諗電影就係我哋可能第一步去知道嗰個地方嘅風土人情。 佢係我哋第一步去認識嗰個地方嘅一個方法。又問下 Austin 先，如果有外國嘅朋友問你亞洲電影是怎麼樣的，你會怎樣去推薦他們呢？對，我覺得就像小野說的，其實在亞洲各個不同的文化，他們都會透過他們的電影拍攝出來，然後也會了解各個不同的文化背景。 這樣子的魅力，其實用電影傳達的時候，其實更能夠讓人家接受，然後也會更能夠對其中的感情有所共鳴。那你們有看過對方的作品嗎？有都有。有沒有期待對方可以在電影裡面去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我有看過《年少日記》，我覺得這個電影劇本非常精彩，然後小野的表現也非常好，因為我是在電影院看這個電影的。那如果說想要看他演什麼樣的角色的話，可能是《鬼家人》裡面毛毛的角色吧。對啊，可唔可以咧，小野？哇！想挑戰下啊嘛？咁小野，你期待 Austin 去可以挑戰咩角色啊？我會想睇咧，佢心底裏邊好想改變世界嘅一個人。佢可以係一個英雄，亦都可以係一個反派。因為我有聽講過 Austin 睇好多哲學嘅書，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佢心裏邊好想改變世界嘅話，佢應該入邊有好多想法同埋素材俾佢去演活呢個角色。好
好啦，我哋希望嚟緊多啲導演啦，去揾到台上咁多位咧，不斷去拍攝多啲唔同嘅作品，令到我哋亞洲電影咧更加收息不少㗎。喺度再次俾多啲掌聲同埋歡呼聲喺台上面咁多位，不如我哋一齊俾我哋台下全部朋友咧嚟翻個合照好唔好啊？好，我哋一齊俾翻台下全部朋友一齊企翻一齊嚟個合照。好，我哋收個咪係咪啊？係啦，我哋不如同時我哋幫佢收個咪，去方便我哋嚟個合照嚟，好唔好？唔該晒。因為咧今次非常之難得啦，能夠聚首到亞洲唔同地方嘅演員一齊嚟到我哋 APM 當中，去俾觀眾朋友為佢哋歡呼，去好支持佢哋。希望咧大家都好珍惜今日嘅時刻，為我哋今日活動影多幾張相留念啊！好，我哋不如一齊望望左邊嘅鏡頭先啦。好啦，嗱，我哋話明今日係一個寓意嘅活動，當然咧除咗交流嘅部分之外咧，當然要有遊戲嘅部分嘅。咁接住落嚟咧，就到咗我哋一個叫做猜猜我是誰嘅遊戲。咁我哋咧不如先由同事啦，帶領我哋4位嘅觀眾朋友咧嚟到我哋台上面嘅。咁其實咧，我哋見到4位觀眾朋友咧，佢哋手持住一個信封，信封上面咧就係一個角色名或者一個演員嘅名字。咁佢哋就會同我哋4位唔同嘅年青嘅大使啦、青年大使咧分為一組嘅。咁然之後咧，就會由佢哋觀眾朋友啊，去將佢哋手上面嗰種字咧，去用佢哋肢體語言去扮出嚟、演繹出嚟，睇下我哋青年大使咧估唔估到究竟係咩嘅演員或者咩角色名咧？一邊咧就做我哋嘅裁判，做我哋裁判，看看他們哪一個比較像，好不好？好啦，咁不如我哋就先嚟第一組嘅朋友啦，好唔好啊？我哋第一位嘅觀眾朋友係，咁你話同我哋邊位嘅演員？ OK， 好啦，嗱，咁我哋時間短短嘅，就30秒時間，睇下用你嘅渾身解數演繹個咩字出嚟啦，馬上嚟啦，3、2、1，好似報態啊！我而家盡情講咩冇所謂㗎，係啦，因為普通話係聽唔明嘅。好似有頭水咯喎 ，James Bond， 啱唔啱啊？耶！哇，好快脆喎！ 好啦，睇下第2位觀眾朋友係邊位啊？第2位觀眾朋友，我哋可以行前一步過。不如就品手你個利是先啦，係啦，就你啦。好，咁睇下你所做嘅演員或者角色係咩啦？3、2、1。我要猜嗎？是 ，Austin， 猜不猜到？會不會太簡單了？好像不是人來的。Godzilla。 哥斯拉真啊！我哋觀眾朋友唔到啊，非常犀利啊！好，不好意思，這個是好啦，看看我們第3位觀眾朋友，好啦，可以到前一步啦，他是3位小姐。好，咁你猜咩啊？好 ，OK。老實叫我哋估下啦，準備，你馬上開始咗咯喎。我有啲頭水喎呢個，應該係好經典嘅 Charlie Chaplin。冇錯。 好啦，哇，好似個個都好勁咁樣喎。咁我哋嚟最後一組動作啦，好，3、2、1。呢個好招牌喎，數一數鼻哥咯，係咪？估唔估到咧？嗱，頭先講過，我想做殺手，拍動作係一定要識呢位咁殿堂級嘅演員。Bruce Lee， 耶！俾啲掌聲。 哇！既然4組都咁犀利，他們都是一樣的厲害。對啊，怎麼辦？怎麼辦啊？我在那邊幹，都給他們禮品好不好 ？OK， 一起都獎好不好？好啦，咁我哋就不如咧一齊都攞到我哋嘅獎品啦！麻煩我哋4位我哋嘅青年大使，我哋將我哋手上面嘅禮品咧都可以交到去我哋嘅觀眾朋友手上咯喎。咁我哋不如踏前一步啊！ 係啦，咁一邊去領取你獎品嘅同時咧，都可以一齊嚟一張嘅合照留念嘅。邊我們可以一起來嘅合照，好啊，好不好？謝謝。好啦，我哋不如，對，一起來吧。好，好，我們先看看左手邊的，呢個 left hand side please， 先望望左邊嘅鏡頭。 好啦，嗱，既然我哋台上嘅嘉賓咧都有咪喺手，睇下最後有冇啲咩嘅説話想同我哋嘅觀眾朋友去講咯喎，有冇有一些說話可以
在最後的時間跟我們香港觀眾朋友去說呢？好，那我想說，感謝就是你們一直以來不斷的支持，然後我今天回來香港真的很開心。那希望我很快之後可以再回來這裡拍戲，然後再見到你們。謝謝。希望看到你拍我們香港的電影就好了。Thank you, Dean. Yeah, it's very happy to see everyone guys today. And yeah, tomorrow is gonna be like a big day for us too and everyone. So if you have time, just come. 冇錯，因為聽日咧就正正就係我哋亞洲電影大獎舉行嘅日子啦，都希望大家鼎力支持。Thank you. 真的非常開心，這一次能夠再一次來到香港參加亞洲電影大獎，然後每次來香港其實都覺得工作不管再怎麼樣多，都覺得很興奮、很開心，然後很開心可以見到大家。所以明天還有頒獎典禮，也請大家敬請期待。謝謝。希望每次嚟到香港咧，同樣都可以帶到好開心嘅感覺俾你啊！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去支持我哋亞洲電影大獎嘅。Thank you，小野。成日話電影使人相遇，我覺得好開心可以同幾位大使一齊喺呢個電影節裏邊相遇。咁啊，我亦都好希望大家即係多啲入場，多啲入電影院去同更加多唔同嘅人相遇咯。多謝你哋。冇錯，因為電影就係希望拍俾大家戲院裏面欣賞嘅，希望大家多啲入戲院支持我哋嘅電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こうやって貴重な場で皆さんと交流ができて本当に嬉しかったですし、また仕事でもプライベートでもまた香港に戻ってこられるよう、これからも精進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咁啊，佢好開心可以再到嚟到香港啦，咁希望可以嚟到呢度啦，再同大家見面就係非常之開心嘅事啦。希望日後都有機會多啲嚟香港同大家見面嘅。一定要再次希望用大家嘅掌聲同埋歡呼聲，俾我哋台上面5位嘉賓朋友，再次謝謝你們。Thank you。咁喺呢個時候咧，可以請我哋台上面幾位嘉賓咧，先到台下就座啦噃，可以到我哋後台先稍作休息嘅。謝謝，謝謝。相信咧，明晚啊，我哋喺我哋亞洲電影大獎當中咧，將會再次見到我哋非常之靚咁嘅粉墨登場㗎啦。好啦，嗱，我哋咧有5位嘅大使啦，已經係悉數亮相咗。頭先我講咗，今日明明有6位嘉賓㗎嘛，我哋仲有1位嘉賓係未嚟到嘅。我哋不如用你哋熱烈嘅掌聲同埋歡呼聲，一齊叫佢嘅名字出嚟得唔得？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呢位泰國當紅偶像，亦都係上屆第17屆亞洲電影大獎亞洲飛躍演員獎得主，佢係我哋歡迎阿 Win， 俾大力啲掌聲！我哋嘅歡呼聲，我哋 keep 住唔好停喎！Welcome, Halloween。我哋不如，哇！大家感謝你嘅反應，不如先同我哋 APM 嘅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先好唔好啊？ Hi, Hong Kong fans. Really miss you guys. Thank you for coming. 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先俾阿 Win 咧同我哋傳媒朋友咧影翻張相先嘅。可以先請我哋踏前一步啊，俾我哋傳媒朋友影翻張相先嘅。好，我哋不如先望望左邊嘅朋友啊。Please look at the left side。因為多咗好多阿 Win 嘅 fans 嚟到 APM。好啦嗱，我就希望盡力係照顧到大家，等我多啲望到大家嘅鏡頭啊！咁同一時間咧，我調翻支咪俾佢先，因為都要傾下偈，呢個非常之重要㗎。不如先問阿 Win 啦，再次歡迎晒你嚟到我哋香港啦！有冇掛住我哋香港嘅 fans， 或者有冇掛住香港呢地方啲乜嘢咧？ขอต้อนรับพี่วินอีกครั้งนะครับครั้งนี้ได้มาฮ่องกงนะครับพอคิดถึงแฟนๆชาวฮ่องกงไหม คิดถึงมากเลยครับ 好掛住大家。
I'm very happy to be back here again and meet all of you guys aga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night. 咁好多謝大家嚟呢度啦，咁然後好開心見到大家。冇錯，咁所以希望大家嗰個盡情去釋放呢啲熱情俾阿 Win 你感受啊！與此同時啦，問下阿 Win 先，有冇一啲香港或者係亞洲唔同地區嘅演員或者導演係自己好喜歡、好想合作嘅咧？พอจะมีศิลปินหรือผู้กำกับชาวเอเชียอะไรท่านไหนบ้างที่อยากจะร่วมงานกับเขานะครับ ถ้าเป็นศิลปินผมอยากร่วมงานกับเลี้ยงเฉาเว่ย ใช่ร่วมงานกับเขาหรือว่าชื่นชอบเขามากๆนะครับ ครับแล้วก็ผู้กำกับก็หวังเกาไว้นะครับ โอเคก็Tony Leung กับ黃家偉，即係梁朝偉同埋黃家偉。哦，如果有機會合作就好啦，期待住啊嚇！嗱，咁其實我哋今次亞洲電影大獎啦，融合咗好多唔同亞洲嘅電影人，自己會唔會想去亞洲咩國家去參與電影嘅演出咧？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ถ่ายหนังที่ประเทศอะไรในเอเชียนะครับ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ที่ไหนในเอเชียอยากไปถ่ายหนังที่ไหนนะครับ ผมจริงๆผมอยากมาถ่ายที่นี่นะครับฮ่องกงผมอยากจะลองถ่ายในเมืองดูบ้าง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เรื่องก่อนที่เล่นก็คือแบบ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ถ่ายในเกาะ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 咁佢就話佢想喺香港度拍戲啦，咁今次就會想喺市區度拍嘅，因為上一套戲咧佢就喺郊區度拍嘅，即係喺嗰個島嗰度。係，所以希望嚟緊市區度拍戲啊，睇大家有冇機會撞到啊！嗱，其實咧，我哋好記得就上年嘅時間，講緊第17屆嘅亞洲電影大獎啦。當時咧就係榮獲咗飛躍演員獎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當時聽到自己嘅名字，知道自己得獎嘅心情係點啦？ยังจำได้ไหมว่าปีที่แล้วที่ได้ตอนที่ได้รับรางวัล Rising Star Award นะรู้สึกยังไงนะครับ รู้สึกดีใจมากครับก็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ของผมเลยที่ได้รับรางวัลในสายหนังนะครับที่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เป็นอีกหนึ่งสเต็ปในชีวิตเหมือนกันที่รู้สึกเป็นเกียรติ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วันนี้ก็ดีใจมากที่มีโอกาสได้กลับมางานยิ่งใหญ่แบบนี้ครั้งครับ OK， 咁佢就話好榮幸啦嚇，可以得到呢個獎項啦。咁佢話 I love you too。咁佢就話咧，其實都係佢第一次喺海外攞到呢個獎咁樣啦，所以就好開心啦。冇錯，因為能夠得到海外嘅殊榮咧，份內係興奮㗎。嗱，其實知道本身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努力去追求自己夢想嘅人嚟㗎。如果面對到一啲其他嘅年青人，佢都對自己嘅夢想好努力追求嘅時候，有冇啲咩鼓勵説話可以同佢分享下咧？อยากจะฝากถึงคนที่พยายามตามหาฝันของตัวเขาเหมือนคุณวีไหม ครับก็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กำลังใจทุกคนนะครับที่กำลังตามหา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อยู่ครับผมเชื่อว่าสิ่งสำคัญที่สุดที่เราจะทำตามฝัน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ได้เนี่ยคือความเชื่อมั่นในตัวเอง Believing in yourself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pursue your dream so ถ้าเกิดว่าแบบเราขาดความมั่นใจในตัวเองไปผมว่าเราค่อนข้างยากที่จะไปให้ถึ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ารเชื่อมั่นในตัวเองการคิดว่าตัวเองต้องทำให้ได้เนี่ยเป็นสิ่งที่สำคัญที่สุด OK， 咁佢就話想寄語俾一啲追緊夢嘅人啦，即係俾啲鼓勵佢啦，同埋佢覺得咧如果你要即係你要有自信，你先至可以追到夢啦。咁如果你自己都冇自信嘅話咧，咁你係好難達到你嘅目標，所以佢就希望大家鼓勵大家有多啲自信咁樣。冇錯，有你嘅自信，努力向住目標去追咧就可以㗎啦。好啦，嗱，最後我哋知道今日時間雖短，我哋點樣都要代個 fans 去問下嘅。嚟緊會有啲咩嘅工作動向或者新嘅突破，可以同咁多位你嘅 fans 去分享啊 OK คำถามสุดท้ายนะครับก็คือในอนาคตจะวางแผนอะไรมีโปรเจกต์ใหม่อะไรบ้างนะครับในอนาคตใช่ไหมครับก็มีหนึ่งโปรเจกต์ที่เราอยากตั้งใจทำมากๆก็คือ Scarlet Heart Thailand นะครับก็อยากให้ทุกคนรอติดตามดูแล้วก็ถ้าเป็นโปรเจกต์ในอนาคตก็คงอยากจะมีหนังที่ได้ถ่ายทำที่ฮ่องกงครับ咁咧佢就話咧嚟緊咧佢有個大嘅 project 咧就係 Scarlet Heart Thailand 呢套劇啦，即係佢嚟緊會主演呢套劇嘅。咁同埋佢都話希望可以香港啦拍戲咁樣。冇錯，我哋希望嚟緊喺我哋多啲嘅電影作品，甚至乎我哋香港電影作品都見到邊出現好唔好啊？好
好啦，嗱，時間嚟到最後，不如我哋同我哋現場嘅朋友揮多次手啊，俾大家影多幅相可唔可以啊？都ทักทายกับแฟนๆให้ถ่ายรูปกันนะครับ Say hello to your fans, many fans。嗱，我哋幫大家爭取㗎啦，大家自己盡量影多啲靚相啦嚇 ，OK。喺度咧，再次多謝各位今日嚟到 APM 參與我哋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嘅預熱活動。而我哋今日嘅活動咧，亦都嚟到尾聲啦。聽日咧就會係我哋嘅大獎頒獎嘅時候，到時都會再見到邊咧，同一眾嘅大使們啊，去到我哋頒獎嘅舞台，點樣喺戲曲中心上面嘅就會上演㗎啦。咁要接住下領時間咧，我哋留喺台上邊接受埋我哋傳媒朋友嘅訪問，然之後咧先至到後台休息好唔好？咁喺時候咧，麻煩你工作人員可以安排我哋傳媒朋友到台上準備去接受大家嘅訪問嘅。喺度咧，再次多謝晒每一位嘅觀眾朋友，今日嚟到參與我哋嘅活動。希望聽晚我哋嘅亞洲電影大獎，大家都可以上去網上面我哋官方頻道去欣賞我哋直播，一齊支持我哋亞洲電影盛事。多謝大家 ，Thank you。